超強颱風華加莎襲港，係今年第二個10級颱風信號，亦都係近年持續最長嘅10號颱風。極端天氣情況越嚟越多，政府同市民嘅應對都越嚟越成熟。等我同大家分享我3個觀察。第一，天氣預報系統水平高。香港今年已經面對2次10號颱風，都可以做到零死亡，市面都好快復常。完善嘅預報系統對避災防災相當重要。香港嘅預報系統獲得世界氣象組織肯定，好似今次華加莎襲港，天文台差不多喺1個星期之前已經預告，並一直提醒可能有好強嘅破壞力，亦都早就掛起8號波。政府同市民都有充足嘅時間做好部署，應對超級颱風。第二，在家工作安排做得更好，除咗一啲喺極端天氣下都要返工嘅崗位。科技發達令到唔少工種即使唔使返公司，在家工作都可以維持日常嘅運作。唔少僱主近年都會考慮僱員嘅安全同埋居住地點嘅交通等情況，彈性處理上班安排。事實上，每當極端天氣情況，交通唔多唔少都有混亂，安排員工在家工作，仲可以減少佢哋舟車勞頓嘅時間，亦都唔使同更有需要嘅人係爭搭車嘅。第三，嚴懲追風族。每次打風，天文台都會呼籲市民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但係總有人偏向海邊行。追風逐浪，有啲仲帶埋小朋友，不單止自己同家人危險，一旦有意外就要出動好多紀律部隊營救。2022至2023年間，極端天氣警告生效期間，救援人員至少出動過35次水上同埋山嶺嘅救援行動。有人去海灘衝浪，有人仲去行山。置救援人員於風險之中，都影響咗其他嘅救援工作。呢啲自私行為要社會共同付出好大嘅代價。大自然嘅力量我哋冇辦法控制，但係每個人都要做好自己，防備應對嘅災害，可以減低極端天氣對我哋嘅影響。請大家留言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